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约瑟受卖做奴才。雅各12个囝的中间，约瑟是伊第一疼的一个。检采咱对看伊得到老爸将彩色的水衫予伊穿，就通知影。别个囝看到即款特别受老爸疼，就怨恨约瑟，也讥刺伊。当约瑟对因讲起两个梦，表明有一日伊要做兄弟的主，对安尼代志哪来哪毋好。雅各的正囝在饲羊，常常侪日离开家庭去看顾因的羊群。约瑟受老爸找伊去看伊的兄弟有平安也无，兄弟看到伊来，因暗算要甲伊害死。当迄时大兄刘辩无赞成，因就变换因的计划，将约瑟落到大井。真硬心做这个代志了后，拄当迄时有一队生理人要去埃及，来到迄所在。伫遮有一个真好的法度，通拄即个做梦的去远远的所在。因就卖伊去做奴才，约瑟就受卖20个银。这个歹心的人到因年老的老爸的所在，报告一项无老实的消息。因趁约瑟迄领真值钱的衫，阮山羊港的费。到厝的时，因甲老爸讲：“阮找到即领，明明对3年的费日通知约瑟，阮当无活得啦。”可怜的雅各信即个白贼的消息，非常忧伤，也毋愿受安慰。这人的所做，到尾也要露馅，因为罪恶时常要找出恁。